在咧四大公投当中，内地议题正反方的支持率拢是加真悬。除了健康，敢会影响到台美和国际贸易，也正做是攻防的焦点。不过有进口商表示，因为反内地，煞变做是反美猪，这美国猪肉进口量是减要到去年的一半尔，而且入来全部拢是无三马种的猪肉。有学者分析讲，台美关系升级，签 PTA 进口免关税是紧早办的代志，也呼吁台湾就爱提升育种的技术，也爱量早完成冷链设备，配合国际标准，才当互台湾猪的产业万年救援。互国民党通过，无法度加入 CPTPP 的，大家知影无？安尼往来安尼金少啊，袂去日本20%的关税，就输其他的国家。所以即摆有一个问题，甲美国万一即个公投案过，无法度做较侪生意，赚较侪钱。无开放有正肉种的猪肉进口，台美甲国际贸易关系感到受冲击。美国不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吗？蔡英文不是说有史以来从来关系没有这么好过吗？美国不是再三保证跟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吗？最近还要支持我们加入联合国，会为了一点点莱猪就跟台湾断绝关系吗？就不顾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吗？怎么有这种可能嘛？内地公投，互外界看这是上届热的一案，反方正方到大要继续战。蔡英文总统要表示，开放美猪对台美重新启动铁法对话有帮助。因那这届咱国要争取加入 CPTPP，11个会员国拢开放内猪进口，台湾敢有开放市场的决心？会员国会放大来检视，不如个学者看法无同。事实上，美国现在不在 CPTPP 里头。第二个，CPTPP 里头进口我们进口最多的国家就是加拿大。重点不在于它是美猪还是加拿大猪，重点是这些猪肉呢，它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，以及它含量是多少，有没有符合的规范。台湾对今年正月开放内地进口，根据卫福部统计显示，到今年12月初，进口的猪肉占5%，其中加拿大上多，西班牙第2，美国排第5，拢无验出正肉种。进口商就坦白讲，反来这正做反美猪，互美猪今年进口的量减去年的一半，而且真的拢无莱克多巴胺。阮的业者拢有认为讲这来猪的问题对大家健康有顾虑。到目前为止，1公斤的来猪嘛无人进啦，大家拢有收信量。在这个状况无解除的前提以下，阮应该是袂阁进啦。专家分析，台美签 BTA 或者是 FTA 进口免关税是早晚的代志。认为台湾猪的产业爱有南海策略，爱育种，重视品质甲特色，才通万年永久。是因为咱较爱食较肥淡薄的猪肉，按爱3层的水。伫国外来讲，较无咧注重这方面，尽量要降低迄个成本。所以这来讲就讲，按有按家己的特色。我感觉苏克爱一个所谓的南海策略。而不是靠成本来拼一个所谓的红海策略。人讲树头搁好栽，免惊树尾做风台。台湾经历20多档的口蹄疫成功挽尖，到顺利抵挡非洲猪瘟。即马面对进口的压力，学者提醒，除了疫种，整个冷链技术甲多载的分级制度，拢得爱经完成，才通稳定国内绩效，也互台湾猪重新转来守出大国的位置。记者阿明、金正派文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